哎呦，客厅怎么弄高高哎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高高低低的？哎呦，我说弄高高哎，客厅好乱哦。弄高高哎。某某，下次东西唔好乱散标，东西不要乱摆，不然家里都弄高高哎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知道要做到啊！我们来盖印章。哎呀，家里又弄高高哎，等一下彤彤姐姐回来一定会不高兴的。我想到了。好了，嘿嘿，哈哈哈。哇，今天客厅好整齐哦，默默你好棒！没有啦，哈哈哈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个布是什么啊？还鼓鼓的。没有什么东西啦，没有啦。啊，某某，把布盖起来不叫做整理啦。小朋友，你要学习整理家里，不然家里会弄高高哎哦。某某，我们赶快来整理整理吧。弄高高哎，好乱哦。弄高高哎，好乱哦。某某，桌子又被你弄高高哎。哎呀，我还没开始整理嘛。你看你书包也弄高高哎，啊，还有断掉的蜡笔。哎呦，那是我最心爱的颜色，我舍不得丢嘛。东西唔好乱散标，东西不要乱摆。东西唔好乱散标，东西不要乱摆。某某，东西唔好乱散标哦。好啦，我等一下拿去放好。我的发饰怎么在这里啊？彤彤姐姐，东西唔好乱散标哦。知道了啦，小朋友，东西唔好乱散标，不然会弄高高的哦。哈库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